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3月21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WTO 第14届部长会议主办国卡麦隆，甲咱台湾列作是中国的一省，这是咱成立会以来头一届无出席。桃园有一台游览车，若像司机失事弄到大货车，造成19个人受伤，司机当时正常会阁理清，敢有违规？南韩一间汽车零件工厂发生大火，有10个人过身，55个人受伤，目前阁有4个人也未找到。中国唔但一直来台海扰乱，伫咧外交这方面嘛是一直打压台湾。WTO 第14届部长会议的主办国卡麦隆，甲咱代表团的国籍列作是台湾、中国的一省，来压价咱的国际地位。这也是咱成立会以来头一届无出席。咱的外交部谴责卡麦隆安尼做，根本就是对中国伫咧欺负台湾。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海巡人员用中英文广播处理10日下晡4架中国海警船越境金门限制罪行，海巡署顺风艇一队去并航监控成功处理。最近1礼拜，海警船已经3摆侵扰金门周边水域。面对中国铺设地带侵扰台湾外交空间，也被打压。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14届部长会议要召开，韩国主办国卡麦隆煞伫咱代表团的根据签证国籍拿，显示台湾中国一省，严重贬低咱的地位。外交部强烈谴责。对于喀麦隆护从中国，漠视过往主办国尊重我国不隶属其他会员国的良好惯例，严重损害了我国在 WTO 架构下作为会员的平等与会权利。外交部表达最强烈的谴责。这荷兰会自2001年出席通过一会函的第4届部长会议以来，第一摆被迫无参加。中国一直伫国际空间一种原则来打压台湾。亲像会自2017年以来，台湾已经连续9年无得到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就连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也会自2016年开始已经真侪届无受邀请参加。那这样子的做法不会让台湾更亲近中国，它只会让台湾人民更厌恶中共政权的手段。未来前往不友善的国家参与会议，都应该更早进行磋商，以及寻求我们所有邦的协助。伫为恢复中国停止利用外口手段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发射国际社会共同恢复用规则做基础的多边经贸秩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媒体刊文，讲攻击伊朗的目标是差不多拢已经完成啊，考虑要来结束军事行动。佮强调讲，美国无需要核武制海峡，这条航道的安全就应该交予使用的国家来负责。川普20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5大目标，会当讲拢已经达成，像彻底下照伊朗飞弹能力，摧毁国防工业基础，消灭伊朗的海军甲空军，阻止德黑兰有核武能力，甲保护中东盟友，考虑一步一步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也强调，美国用未到核武制海峡，这条航道的安全爱交予使用的国家负责。We're doing very well there. We're doing very well overall. We don't use the strait. We don't. The United States. We don't need it. Europe needs it. Korea, Japan, China, a lot of other people. So they'll have to get involved a little bit on that one. 川普这段谈话，互外界解读是，美军会缩减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搁伫发出一条大文政治点睛，伊才拄排除停火可能，搁对监视部署地面部队保留空间。另外，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当日发布的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当向中东地区增派3架军舰，甲数千名海军参陆战队士兵。另外一方面，英国斯凯尔政府20日内阁会议决定。徛伫维护航行伫荷姆兹海峡船只安全，允准美军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对伊朗的飞弹基地进行攻击，不过英国犹原未参与任何打击任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伫 X 发文表示，允准美军使用英国基地，就是参与侵略。伊朗会行使自卫权，搁警告英国首相斯凯尔，伊的决定是将英国人的性命放伫危险的所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中东战火造成能源的价格大起，大家拢咧烦恼讲，这电钱恐惊是嘛会对咧压悬。经济部2日要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决定讲，敢要调整。
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强调讲，4月电钱敢会起，伊无法度决定，会尊重专业的评估，以稳定物价做原则。水饺店头家透早无用7为开店做准备，因为爱冷藏食材，店内底冰箱24点钟咧运作，电费成本真悬。即马搁受中东战争影响，天然气就有计少，引起大家烦恼，恐惊带动电价搁起价。电费很贵耶，像我们像做水饺的话，1个月夏天的话要超过1万多。针对4月电价是毋是未起，经济部一切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有立委即期审议时阵，委员会提到还未反映天然气成本计算资料，所以未起价。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伊明政治伫专业顶悬，毋过用不给稳定做原则。您可以大方的告诉全体的国人，因为稳定物价，所以我们在这个接下来我们4月份电价一定会动涨，是不是这样，院长？我不能这样来，不然一定说政治凌驾专业。但是我们都相信，院长，我省立委员啊，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在这里，感受国际局势。工商团体代表电价审议委员会委员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树波正式表态，主张电价卖起，消费者保护基金会要代表参加审议，也对你支持。不过，那中东战会一直讲价，下半年电价恐惊会起价。专家指出，政府民众抗通膨的压力，拢杀过台电中油。我觉得在现阶段还是希望基本上不要来这个调整。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台电跟中油，让他们产生严重的亏损，那以后呢，它的后遗症其实是很难处理。不希望我们的这个民生用电或者是民生用气它的价格太高，那需要它降下来的部分呢，我是认为政府应该要编列预算来补贴。吴大臣表示，台电中油吸收成本，爱用无了钱做原则。若未来起价超出负担范围，政府爱编列预算，争取调压支持，强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原来看昨暗伫咧桃园路德永安路受一台游览车，那像因为司机失神，全启动着停伫咧路边的大货车，造成19个人受伤。公路局表示讲，司机工时正常，无使伤急，嘛无食酒，也若监理所会搁去稽查，若是有违规，就会依法来个处罚。游览车正边的车头弄甲密密麻麻，严重毁损。代志发生伫20暗，西索驾驶接送世界先进机体电路劳工去南康公司时，亲像精神失神，无细地弄到停伫路边的大货车，好在在车顶19名受伤的女移工，拢无性命危险。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游览车与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而路边有大量的伤病患。陆续由本局救护车及一辆中型巴士协助患者后送。事故地点就伫桃园市罗德区永安路往中营路上。这个事故弄到力量真大，受伤的人真多。警消为了确保救援空间甲现场安全，永安路实施封锁，现场程度完了后，才改道开放通行。西索驾驶现场酒测带是0，代志发生的原因有待厘清。开车过程中疑似疲劳驾驶，精神恍惚，不慎撞上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导致车上19名菲律宾籍移工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轻重伤。公路局表示，已经要求游览车公司妥善处理相关受伤的人，后手理赔代志。另外，新竹区监理所也伫2日早起启动事故立即性加强管理措施，派员到事故的业者公司做安全管理查核。若有违反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情形，会依相关规定采取。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山地门昨暝仔有一台车是为桥顶摔落，消防救出一个人，伊是观光签证过期，还阁留伫咧台湾的泰国人。毋过有民众讲，看到这车顶原本哪像是载8个人，出车祸了后，这车边嘛阁有徛4个人，只是警方到位的时，这人煞拢无去啊。目前阁咧追查，要来理清事故的原因。深小车经过屏东山地门向安坡村，突然冲过护栏，连落桥卡，车四连翘上天，副驾驶座也有一名女子受困。应该可以啊，很多人下来一起给他推上去。车祸了后，4块位未少热心的民众到沙港义消救人，受困的女子送去高雄基山病院，好在无生命危险。女性约50岁，意识清醒，头部撕裂伤，
手脚骨折，身上多处擦伤。车祸发生伫20尾仔奇怪时，看到民众讲车尾附近的钢条驶出，车顶亲像载8个人，并且是毁损的车辆边仔还阁徛4个人。警方到的时阵煞宣布消息。车顶一个尔，剩的因有翕到伤，有4个人捌伫外口。警方进一步访查附近居民，发现事故发生当下现场另有4人站立受损车辆旁。而早起，感谢警员到场采集证据。警方表示，送医的女子经过查证是替观光签证过期停留的泰籍女子，当顺线找找其他人的下落，以便厘清代志安怎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11日，台铁新埔站姓所的副站长是违规驶车撞过平交道，结果去互台铁载回列车弄着。为检视器画面，咱会当看到讲，这铁轨的围闸是已经放落来，伊说讲硬甲车驶过造成事故。台铁爱算后礼拜就来公布处分，上重可能记2支大告。监视器翕到平交道的高啊，一边已经放落来，另外一边都会放落来。毋过这修路车也是硬弄过去，平交道过到一半，对向也已经完全放落。这时阵驾驶赶紧落车，匙紧闭开关，一方面向列车下手示意。毋过列车距离伤过近，已经无法度停落来，直接弄修路车的车尾，弄个六头大甲互车体全毁。这是发生伫10日苗栗通宵秋步园平交道的事故。肇事驾驶就是代替新埔车站的副站长，都来涉犯公共危险罪嫌。代替考生会也做出关系，无排除会有相当的裁罚。对，很明确。这个我们有调了相关的影像资料哈，确定他是早退。这个情节算重大啊，所以重大的事件，我们也照以往的经验，也有2大国的这个的一个惩处的处理方式啊。不过这个一切都还是要看考审会的决定的。代替启动调查，发现这副站长上班时间是每天早起7点半到暗时7点半。迄天因为接班同事提早到班，也提早到接，毋过无到下班时间，伊就早退，技术赶下班造成这个意外。除了机车头甲相关设施损毁，伊向当事人求偿，也伫1礼拜公布处罚，搁加强场站的人员管理。短期会做桌上型的打卡机，搭配监视器。来做这个人员道理的这个管制。代替目前有真济无做车头，其中伫海线道5个，拢是文字法保护，免凊彩改装硬体。代替表示，都来加强出勤记录登记，也会无定时检查，严格来考核。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国际消息。昨晚南韩一间汽车零件工厂是发生严重火灾，造成10个人过身，55个人受伤。也目前阁有4个人也被找到。总统李在明是下令投入所有资源来搜救，嘛要防止工厂内底化学物质搁再引起灾害。现场乌烟呛呛滚，规个厂房拢是大火。南韩大田市一间汽车零件工厂，拜五下晡点外传出火警，迄时阵厂内差不多170个员工。熊熊来火势，地势多省路线受阻，甚至有现场人看到受困的工人被逼畏悬的所在跳来逃生。消防队派出真侪人车来拍火，而且规暝搜救失联员工。根据韩联社报道，原本失联14人已经陆续找到真侪罹难者，目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台电消防局指出，火灾现场温度正悬，而且结构受损严重，搜救人员烦恼厂房随时有崩塌的风险，无法度进入牺牲区域。因为工厂内放差不多200公斤的钠，若接触到水，就可能引起剧烈爆炸。所以，干来用大砂这方式来拍火，会个甚至建筑结构的崩塌。面对这重大事故，南韩总统李在明要求相关部门动员所有可用的人力甲物资救援。现场已经部署超过500个搜救人力，甲120多台救灾车。因为考虑人体无法度进入极端高温地区，搜救团队也第一摆出动2台消防机器人、甲无人水炮车进行探测。南韩总理金明锡也亲身巡视台电搜救指挥部，强调上要紧是救出失踪者，各程度会针对爆炸导火原因进行彻查，互罹难者甲小姐交代。公视新闻陈伟珍报道。
受到方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拢会落雨，嘛较凉冷。水情的部分，这农业用水较暗的苗栗甲新竹水库的水是剩3-4成左右。因那桃园的石门水库目前是还阁有要6成量。讲到石门水库，今仔日是旧历2月初3，嘛是马祖水上了境的日子。现场会当看到有40只游艇出动来护驾。城南信路夜期啊，7夜8夜领路，伫罗沟城中，庙方人员抱马祖的金身出现。一等人顶规今年石门水库马祖水上绕境活动，伫石门水库湖面上会当看到40只游艇，组成军队护驾马祖巡游。但年旧历2月初3，这场宗教盛事拢会为人民甲水资源祈福。妈祖他很体恤，很照顾民众，在我们水库里面做水域绕境就是祈福。那希望的话，就是水库这一个部分的供水都能够长期让民众便利，让产业、国家的经济都能够获得确保。今年的东河只有往年3成，石门水库也有挖6成抽水量，也毋过高淡薄往南，先到宝山、宝二，刷只存无到3成。苗栗永和山但是潭水库也只有3成4，水利署指出，透过调度水资源，目前只有新竹地区就去减压供水的黄丁。中小型的水库，它的水位会下降。不过整体而言，因为透过水利署的资源调度的相关的作为，所以基本上台湾地区的水性十分平稳。拜六受到预热方面甲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有零散落雨机会。另外，目前农业水情较力的新竹甲苗栗县气象署表示，雨量导入有限。在降雨色线来讲，它其实整个降雨的情形是偏少的。在未来这一周是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比较大的明显的雨势。气象署表示，礼拜日开始水气减少，会转为较稳定的天气。虽然后礼拜3会出现另外一道锋面，不过也卡着落雨有限。另外，未来一礼拜气温会偏悬，各地高温来到28至29度，中南部甚至可能来到30度。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府举办就业博览会，现场超过8,000工作机会，有56派的课拢是无相关的经验嘛会当，是吸引袂少少年人去了解。也即届来参加展览的企业，在薪水中位数是3.8万，其中鸿海精密是开出4.8万，也那南亚科技甲京元电子因的年薪中位数超过8万。在头内民众准备好，照顺序进场，毕业季就要到会台北市府举办青年毕业启航就业博览会，有188间企业，超过8,000个工作机会，其中有56%的头路是变经验的。现在的就职缺在转变嘛，所以只是靠我们的概念没有用，要现场看到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像鸿海的跟 AI 的相关的，然后这块都是未来可能比较有发展性的，所以可能有机会进去的话，会比较有更高的薪水。找头内人锁定科技产业，这摆参展企业的正职薪水中位数38416块，甲全国薪水中位数齐头。其中指标企业鸿海精密的起薪中位数4.8万。除了鸿海、南亚科技甲京元电子年薪中位数超过8万，即马 AI 发展软实力也真重要。People worry that AI will take away jobs. I believe that AI will not take away jobs. The demand for AI proficiency will become important. Critical thinking,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可会行政会小组化甲个人化冲击劳动市场，后人才争夺战更较严重。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来合作。餐饮业者也讲一直有欠工的问题。其实我们对于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我们是完全不排斥。对，那因为入职之后的话，都有完整的教育训练。目前我们各个职缺都缺5到6位左右。业者表示，希望透过变形工时泡泡找头路人，对传统餐饮业工时长这影响，佮透过完善的教育训练甲升级管道，吸引更较侪人才。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时大家运动，新竹市是举办篮球比赛，邀请40岁以上的民众做伙来参加。今年超过550位报名，其中上侪岁已经80岁了。全力伫球场顶走，无论棍球、团球，也是投篮，骹手拢无输少年人。这项篮球比赛是针对40岁到70岁以上时大所设计，主要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加运动。时大拢讲运动身体好，
今年来参加上济会有80会。初三啦，初三就开始啊，到即啊。到今啊，爱甲运动对身体安怎？健康啊，对啊，有活力啊。来打球的球龄应该都40年以上嘛。那大家基本的观念就是以不受伤为原则。那同样的，我们这种虽然是竞技性的比赛，是有对抗性的，但是我们对拿捏尺度，不会伤害到对方。主办单位指出，篮球是真侪民众热爱的运动。虽然讲时代的力量甲速度和少年人未必敌，不过大家介意运动的心情是同款的。透过比赛活化筋骨。老人运动的3赢政策啊，就是说比赛总有胜负嘛，对不对？胜利的一方赢得了对方的尊重，那失败的一方啊赢得了友谊。那最重要的就是啊，不管输赢呢，大家都赢得了健康。今年比赛拢总吸引46队，超过550个时代报名参加。透过运动，让时代的身体愈健康，互相鼓励，快乐面对人生。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世界杯脚球赛6月11日要伫美国、加拿大甲墨西哥进行，不过因为中东的情势秩序油价大起，伫相关的票价恐惊嘛会对立牙悬。2026世界杯脚球赛头一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虽然比赛要到6月中才开始，不过受到中东战事可能拖长影响，真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专家估计旅游成本会增加3成到4成。We always know that with the World Cup, for instanc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increases in particularly domestic travel costs because airlines will bump their seats up between 30 and 70%. 对欧洲甲英国的世界杯球队甲球迷来讲，直航问题可能无大，上受冲击的应该是对亚洲甲非洲出发，爱驶过中东到美洲看比赛球队甲球迷，成本毋但增加，路程也又长。更加变讲面对突发的地缘情势之下，可能面临国际机场向向关起来，旅客大塌起的这个困境。So international travel, we expect travel to go up 30%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and the fuel costs. But then when you look at the actual World Cup tickets, we'd expect another 30% on top of that. 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是建筑师高迪的作品，伊的主要结构今年就准备要完成啊，也今年嘛拄好是高迪过身100周年。正中央的尖塔佮包伫个音架内面，四周围的结构已经完工。这是西班牙巴塞隆纳圣家堂，是建筑师高迪的传世之作，嘛是当地上显目的地标。这座大型的教堂虽然对1882年开始到今，搁也未完工。不过，伫个去年11月，关岛已经将近162.9公尺，得到全世界上悬教堂的头名。今年国家上中央尖塔顶悬的是艺价，代表完成主要的结构，嘛纪念高迪过身100周年。Difícil, ¿no? Pero quizá podemos hablar que con la colocación de las cruces tenemos casi un 80%. 高迪一部分设计模型伫个西班牙内战的时受到破坏，根据建筑团队后来补起嚟的设计，教堂门口将会有一座大型的楼梯甲广场。不过执行起来就爱拆掉两边的街路。大街区的民众表示，家己的厝嘛是合法购买的，买的时并不清楚会有这项规划，要求建筑方修改设计。Que no existe proyecto de Gaudí de tales escaleras ni del conjunto del templo cuya conclusión tiene diferentes soluciones y que las escaleras citadas fueron dibujadas por los ayudantes de Gaudí por primera vez en el año 1906. 巴塞隆纳市政府嘛，当咧调解民众甲建筑委员会，因答应任何协议，拢会互民众一个交代。不过，巴塞隆纳目前嘛面对严重的主体危机，是毋是找到所在安置，也是互民众感觉质疑。而且要安怎伫这栋意义非凡的建筑物和民众的居住权之间超好平，嘛是当地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为19度到22度，中部为20度到27度，南部为23度到30度，南部的部分是为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为14度到22度。过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